伫咧较早若想要听歌，就要透过一块一块曲盘放歌来听。中华有文化工作室呢，邀请曲盘收藏家黄树和来办讲座，对1910年代开始了解台湾的曲盘文化，带大家来欣赏到台湾100多年来台湾音乐。 这块1930年代管的曲盘《桃花曲客记》是由孙顺小姐主唱，嘛是第一首唱到全台湾带动流行的歌曲，有台湾头一条流行歌的称号。中华有文化工作室举办曲盘的文化讲座，邀请曲盘收藏家黄树和来分享台湾曲盘的历史发展。透过老曲盘，透过较早的曲带，来大这台湾的台语的一寡著有名的歌谣的文化，台湾的流行歌曲盘的文化是安怎来，用音乐来带大人行入去台湾的一寡历史。咱即马拢知影讲，咱即马流行曲华语的歌是安怎唱，但是到底以前日本时代阵，到底伊是安怎唱歌，其实我做有兴趣的，有想要来听这个歌曲来做来听。 黄树和表示，1920、30年代因为录音技术的关系，歌手的声哨表现甲即阵真无共款，会当听出抖音台语的腔口差。 其实你为这老唱片内底，你个听会清楚，即歌人的声音甲即卖的声，其实有真大的差别，各有伊的背景的音乐。对西乐到现在这种电子音乐，台语歌坛的路其实变化真大。 乐段唱曲、歌手纯纯带动的流行歌，一寡早年的台湾音乐发展，透过老曲盘记录落来。黄树和就讲，听曲盘老歌，就亲像人咧讲的啉老茶，有侪沉暗底的音乐历史故事，是愈听愈滋味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